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看，这是台湾司法史上第一件有国民，也就是有参审员来判决的案件。这件是南投地检署的前检察官王全忠，在任职的期间，违法来做伊亲小妹刑事诉讼的律师。这个职务法庭是判伊停发薪水3个月。 3个职业法官甲2个国民参审员做伙参加审判，新制度开始半年，台大病院精神医学部主治医师和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执行长2个外部参审员，做头一件宣判案件，审的是南投地检署前检察官王全忠。 伊身体亲情拍行政诉讼，扣地检署以初期处理警告，想到尾后亲小妹投资纠纷，变作规则文书的官司。王全忠伫小妹委任状写家己名，向法院申请做小妹辩护人。法院裁定不准了后，伊不服，搁真侪摆申请法官回避。地检署甲移送检察官评鉴委员会，尾后国期移送检察院莫建议退职。 去年6月，检察院通过伊的单核案，职务法庭认为检察官受国家委托，承担公共利益、公正的使命，本质上和诉讼当事人对立。不管敢有乌白使用势力叫人去瞧，这观感拢是无好的。检察官兼职参加诉讼，违反法官法和检察官伦理规范。不过考虑到伊关心厝内的人才会寸笑不作好，无使让家己人影响审判，而且已经转任律师，嘛敢有罚3个月，专案会当继续上诉。 审判长是洪家彬，而洪家彬是石门信案相关的法官，本身的公正性被质疑，参审制的效果会大打折扣。虽望这个判决有特殊和重要的意义，不过当事人王全忠认为这个判决是伊无想清楚时阵做唔对的判决，伊嘛继续上诉。